大家歡迎收睇2026年7月3號星期5夜晚9點嘅颱風速報，現時時間夜晚8點55分，一個戒備信號同雷暴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我哋而家嚟睇最新風暴消息。美沙克正橫過海南島，並預料喺未來數小時喺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過。隨住將後會進入北部灣，一個戒備信號會喺今日同聽日初時嘅維持。除非美沙楚為增強及組織靠近廣東沿岸嘅路徑，否則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較低。與美沙所較為嘅外圍雨帶正喺度影響珠江口一帶，同埋會為本港帶嚟短暫及狂風及猛烈嘅程度。美沙克同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嘅共同影響下，本港離岸高地間中吹強風，部分高地達烈風程度。當美沙克逐漸遠離，預料本港會由東南季風主導，屆時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情況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或取消所有熱帶船警告信號。受東南風嘅季候風影響，聽日風勢仍然可大，雨勢有時可大，狂風及大驟雨雷暴，市民請保持警惕，可能有湧浪，市民請原諒兩邊嘅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好啦，跟住我哋嚟睇下個風暴路徑。目前熱帶風暴美沙已經登陸咗海南島啦。目前佢係集結喺本港之西南約610公里。跟住我哋嚟睇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好啦，今日嘅颱風速報就到呢度啦。我哋聽日朝早9點嘅颱風速報再見。